Hello，大家好。咁咧最近咧都好多人，都唔係最近啦，不過一路都好多人咧好留意到呢啲燈嘅。咁咧就好出名啦，你哋喺唔同地方應該都有見過噶啦。咁都想講下呢一個嘅設計師佢嘅一啲故事啦。咁都想分享我最近去咗兩個關於佢嘅展覽嘅。咁第一個咧就係中環百立方嘅即記一角啦，另一個咧係 M+ 喺 B2 嘅 Arcadi 嘅展覽啦。我咧好快介紹下野口勇先。野口勇嘅媽媽咧就係美國人啦，爸爸就係日本。咁咧佢細個咧就係日本生活，直到咧佢10幾歲就去咗美國讀書。之後咧佢就學院度學嗰啲全部都係啲好傳統嘅雕塑啊，即係你見到啲大衛像啊嗰啲，就係呢啲咁傳統嘅雕塑啦。咁之後咧佢就受到一個非常之有現代同埋自由風格嘅一個雕塑家咧影響。咁樣轉折之下咧，佢就改變咗佢嘅雕塑風格啦。咁到之後更加多咧，家私設計師啦、園景嘅設計師啦、大型嘅藝術裝置啦，同埋咧有一張好出名嘅 coffee table，大家應該都有見過啦。咁即係話咧，其實你喺藝術界或者設計界咧，其實都係有機會去接觸到佢嘅作品。咁而家咧，我就講下我去咗嘅第一個展覽啦。咁咧，第一個咧就係中環嘅百立方同佢嘅水墨畫老師齊白石嘅一個好似跨時空嘅對話咁樣，有好似啲故事咧互相共鳴緊咁樣嘅。最特別咧就係佢本身去緊日本嘅途中咧，就停留咗喺北京半年，就跟咗齊白石老師。咁佢嗰陣咧就畫咗一個系列叫做不平毛筆畫。咁佢就用咗一啲白描曲線咧，咁去畫人體啊。咁喺今次嘅展覽，你會見到同齊白石老師嘅關於花啊、鳥啊、石啊嗰啲畫咧擺埋一齊。咁仲有咧就係佢有80年代整嘅一啲青銅雕塑。咁你見到佢啲 form 咧，唔同角度去睇咧，又會有唔同嘅解說，同埋好似就將佢以前畫嘅嘢由 2D 變咗 3D。咁咧，我行入呢個展覽嘅時候咧，你會發現中間咧就放下啲 3D 嘅雕塑啦，側邊咧就全部都係掛緊一啲畫。佢好似一路咧就嘗試用緊呢啲唔同嘅媒介咧，其實都可能係表達緊嘅嘢係好相似嘅。你會見到啲畫同埋啲雕塑咧，好似互相咧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啦，或者表達緊同一件事。同埋佢嘅空間咧係有1、2層嘅，咁佢可以見到一個極大嘅 Arcadi。咁同埋咧嗰度相對少人啲啦，大家就可以好靜咁樣去凝望嗰幅畫啦，去嘗試喺細味當中嗰個好微妙嘅對話啦。好，咁咧就去到另一邊，就係大家都唔陌生嘅 M+ 啦。咁喺佢嘅最低 B2 嗰層咧，就有一個叫做野口勇之光負擔咧去策劃點樣去 display 擺晒咁多盞唔同大細嘅 Arcadi 嘅。咁其實咧 Arcadi 呢一盞燈咧，喺1950年嘅時候，到日本政府嘅邀請咧，就同燈籠嘅工房合作啦，就藉此喺度振興當地嘅經濟。由受邀請嗰一開始咧，佢已經有好大嘅興趣，就開始不斷去做設計啦。其實佢已經設計過百盞嘅 Arcadi 噶啦，所以你見到前期一啲好有特色嘅一啲pattern 咧，依家咧已經買唔到噶啦。咁嗰啲買唔到嘅燈咧，你就可以喺博物館度睇到啦。博物館嘅地址喺呢度。咁野口有一個好出名嘅名言啦，就係咧一個屋企咧只需要一間房，跟住有一張榻榻米，再加一盞 Arcadi。咁咧其實對佢嚟講，嗰盞燈嘅存在就唔單止係照明，而係每日咧你去可以望住佢啦，每日都可以同佢有個面對面，佢令到你成個空間有唔同嘅氛圍嘅一個雕塑。即係今次由負擔策劃嘅呢一個展覽，喺 B2 一個水泥嘅空間，比較偏灰啊冷冰冰啲嘅空間咧，就搭起咗一個好似木框，就吊起咗一啲 Arcadi 啦，或者放咗一盞 Arcadi，然後咧再加埋一休閒嘅植物啦，同埋一啲日常嘅家私，你喺裏面就可以坐啦，可以慢慢行啦，慢慢望下啲燈啦。你見到佢啲光咧，其實滲出嚟係非常之柔和。咁咧總結翻兩個展覽啦，將兩個展覽擺翻埋一齊去睇嘅時候咧，認識到野口勇完整啲，佢嘅藝術嘅歷程係點樣樣。可能喺巴黎嗰邊學咗嘅一啲雕塑嘅嘢，到中國再學可能喺北京學嘅毛筆畫啦，跟住喺日本再用翻出嚟嘅燈啦，呢啲唔同地方吸收嘅嘢就成為咗佢行藝術呢一條路，或者佢自己都冇去限死自己可以去邊同埋做啲咩。咁咧，希望你睇完以上兩個展覽之後咧，可能會好似我咁樣，就多一個理由去買 Arcadi 翻屋企。同埋咧，諗家私同埋諗設計咧，可以長遠啲啦，溫柔啲啦，同埋多啲唔同角度嘅睇法。
係啦，今日就係咁多啦，希望大家中意啦，下次見，拜拜。